歡迎大家收睇天盛 channel， 又係陳思正同大家分享天盛苑嘅大小事。今日咧就同大家講一講一個幾嚴重嘅話題，就係咧我哋不嬲都係禁止使用重型嘅產地車進行呢個裝修工程嘅啊，因為我哋天盛苑啦就係呢一個嘅一個叫做組合屋嚟嘅，其實係即係當年天盛苑建築嘅時候咧，就係用一個當時比較新穎嘅一個建築方法啦，就係一啲預製組件，即係我哋打咗樁之後。然之後set 咗個框架之後啦，我哋嗰啲牆啊，或者係一啲部分嘅主力牆啊，一啲外牆咧，係用一啲叫做預先預製嘅組件砌出嚟嘅，喺當其時係一個新穎嘅一個建屋方法，而家就廣泛應用咗啦。咁呢啲咁樣嘅叫做預製組件啦，砌出嚟咧，中間咧係會有一啲叫做石屎釘嘅位，即係嗰陣時係板與板之間嵌咗之後咧，係有啲石屎釘係釘咗落去咁樣，就會一個固定咁樣嘅咁呢啲石屎釘咧，如果一啲比較強烈嘅碰撞或者係強烈嘅震動嘅話咧，呢啲嘅石屎釘咧係有可能咧係會突咁樣跌翻出嚟，跌落嚟一條圓柱咁樣跌落嚟嘅呢一個咁樣嘅情況咧，大概10年之前啦，已經係有咁樣嘅投訴同埋情況出現㗎啦。所以由10年前開始咧，已經係明文規定，所有嘅呢一個裝修係唔能夠使用呢一個大型嘅產地車，就係做呢一個嘅起地板嗰個咁樣嘅動作，咁樣嘅工程嘅呢度係要同大家再提醒翻呢一樣嘢，咁好遺憾啦，咁啱啱喺上個月咁上下啦，咁又有一單裝修工程咧，就係應該就係用咗呢一個嘅產地，即係重型嘅產地車做呢一個咁樣嘅工程，咁令到咧佢樓下嘅業主啦，咁樣就個牆壁同埋呢一個嘅天花板咧，就出現咗呢一個嘅裂縫，同埋呢一個嘅石屎釘係突咗出嚟咁樣嘅情況咁呢度咧，咁就係嗰個叫做進入咗呢一個嘅法律程序，咁我就唔想喺進入咗法律程序之後咧，就係太多嘅一個叫做俾意見同埋討論啦。咁呢度就係只不過再想同大家再澄清、再強調一聲，如果各位係真係需要做呢個嘅翻新同埋呢個裝修嘅話，切記記得係唔可以用呢個巨型嘅產地車、重型嘅產地車係產地嘅呢一個係絕對唔容許嘅如果唔係嘅話咧，又會出現呢啲咁樣嘅情況，出現呢一個咁樣嘅爭拗，到其時咧又係翻去煩翻你哋自己個裝修個業主嘅咋咁呢度要即係叫做同大家講翻聲，同埋係咧就係匯報翻呢一樣嘢嘅。多謝各位收睇。